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依家 on air》，我係 Maggie 梁海寧。我哋今日好高興啦，邀請到兩位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同我哋講解下生蛇同癌症嘅關係㗎。大家好，我係謝耀昌醫生。我係戴燕萍醫生。兩位好，首先想問下兩位咧，其實生蛇同癌症患者有咩關係嘅咧？其實咧，生蛇同大家嘅距離係好近嘅。數據顯示咧，全港有超過90%嘅人咧，其實都已經帶有呢一隻病毒㗎啦。而每3個人當中咧，就有1個一生人會有生蛇嘅情況。所以咧，大部分嘅癌症病人咧，都係帶有病毒嘅。當身體虛弱嘅時候咧，就會引發生蛇㗎啦。冇錯，生蛇由水痘病毒引起，而水痘疫苗自從2013年1月1號起咧，就納入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。而 CDC 指引咧，亦都建議19歲或以上免疫力低下嘅人士，無論有冇生過蛇或者接種過水痘疫苗咧，都應該接種蛇針嘅。尤其係癌症本身，特別係血液嘅癌症啦，以及化療、標靶治療、放射治療，都會嚴重咁抑壓住患者嘅免疫系統。潛伏喺身體裡面嘅水痘病毒咧，就容易被重新激發，引發生蛇啦。咁我想問下啦，如果癌症患者一旦生蛇嘅話，後果係咪好嚴重㗎？根據研究咧，接受緊化療嘅乳癌患者，生蛇風險飆升25倍㗎，特別喺確診之後嘅頭2年。因為患者嘅免疫力較弱啦，症狀嘅範圍咧會變得較廣闊，更加容易變成嚴重嘅併發症，而復發率咧亦都相對較高㗎。癌症嘅患者因為生蛇而需要住院嘅風險咧，都高達2.9倍㗎。唔止㗎，如果生蛇生喺眼部、耳朵，甚至乎係面部神經線，更加有機會造成視力、聽力，甚至乎係面部神經麻痹等等嘅嚴重併發症，而令好多患者聽到都好驚嘅後遺神經痛咧，免疫力低下嘅癌症病人咧，患上嘅風險更加增加3.3倍，甚至乎可以持續數年或者係永久㗎。咁相反，生蛇會唔會增加患癌嘅風險嘅咧？有英國研究指出，曾經生蛇嘅成年人咧，隨後患癌嘅風險係比一般人高2倍幾嘅喎，而診斷時間中位數咧係815日。另外一項研究發現咧，感染新冠康復之後生蛇咧係會增加大腸癌風險嘅，特別係年長嘅人士啦，或者係長期病患者。分享多一個回溯性嘅研究啊，發現頭頸癌患者咧喺5年內曾經生蛇嘅比率，比起冇患頭頸癌嘅係高出2.2倍嘅。咁生蛇對於正係接受緊癌症治療嘅患者嚟講，有咩影響嘅咧？萬一生蛇咧喺急性感染期係必須暫停化療喎，咁可能會影響到癌症治療方案嘅效果，同埋咧使用抗病毒藥物咧會進一步增加患者嘅負擔嘅。除咗治療生蛇嘅抗病毒藥物之外咧，生蛇經常會引起劇烈嘅神經痛，需要額外嘅鎮痛藥物㗎。癌症患者因為免疫系統被削弱啦，生蛇嘅時候咧，病毒可能會更廣泛咁蔓延開去，導致到更嚴重嘅併發症㗎，例如後遺神經痛啦，或者係其他器官併發症。喺生理之外咧，心理都同樣受影響㗎喎。癌症患者需要承受患病同埋治療副作用嘅心理壓力，而壓力咧亦都被研究證實為生蛇風險因素之一，會進一步增加生蛇嘅風險㗎。如果喺治療緊癌症，仲要忍受生蛇嘅火燒劇痛，咁就等同於喺火上加油啦。咁我想問下咧，如果癌症患者想預防生蛇嘅話，可以點樣做咧？接種疫苗又得唔得嘅咧？除咗飲食均衡同埋恆常運動之外咧，對癌症病人嚟講，接種疫苗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預防方法，可以大幅咁減低生蛇同埋併發症嘅機會㗎。睇返美國 CDC 指引，係建議無論有冇出過水痘都可以接種生蛇疫苗嘅。喺香港接種到嘅生蛇疫苗咧，都係安全同埋有效㗎。美國 CDC 指引亦都有提及到，對於接受持續免疫抑制治療嘅患者，當免疫反應最穩定嘅時候接種就最適合啦。關鍵係為每一個患者進行評估。另外，美國臨床腫瘤學會 ASCO 指引建議19歲或以上癌症患者咧，就算生過蛇，亦都應該要接種生蛇疫苗，去預防下一次嘅生蛇同埋併發症。此外咧，亦都建議無論喺癌症治療開始前、期間或者之後咧，都可以接種非活性疫苗㗎。咁癌症患者如果已經生過蛇啦，仲有冇機會會復發嘅咧？生蛇係有機會復發，生完再生㗎。因為生蛇嘅病毒咧會一直潛伏喺身體，等免疫力下降嘅時候突襲㗎。癌症患者嘅免疫反應咧可能弱啲㗎，所以更加要提早防禦，接種疫苗，加強患者對生蛇病毒嘅抗體。就算不幸感染，疫苗都可以減低感染同埋併發症嘅嚴重程度。生蛇同癌症患者息息相關，一方面患癌會增加生蛇嘅風險，
另一方面，生蛇亦會增加患上癌症嘅風險。而且一旦生蛇，嚴重程度可能比一般人更高㗎。為咗可以喺抗癌路上專注治療，減輕負擔，應該為患者及早接種疫苗做好準備。多謝晒兩位嘅講解。今集依家 on air 講到呢一度，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